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30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知。今下晡1点，伫高雄内门出现36.2度的高温，气象局也拍出黄色灯号，是这3年来头一届伫3月出现黄灯。美国驻秘鲁大使队团来访问台湾，今仔日和 AIT 处长、咱的外交部长做伙发表谈话，强调讲这3方会继续深化合作。卡伫咧苏伊士运河中速轮总算伫29暗时刷走啊，不过要等待过运河的货轮有400多只，要开3天的时间来消透。今仔日下晡1点，气象局伫高雄内门出现36.2度的高温，气象局的官方网站也显示高温的黄色灯号，是这3年以来头一届伫3月就出现黄灯啊。就专家提醒讲，未来这10天内，桃园以南恐惊是无机会落雨，民众对抗可汗犹原是爱来谨慎。已经坐伫树仔骹，都爱阁举开前热风，有人行伫日头骹，都爱举雨伞炸日。虽然是3月，高雄感觉敢若热天咧。30下晡1点，内门区测到全台湾最高温36度2。若早1点钟，气象局有观测到全台湾10度高温，伫高雄道外行政区上。南台湾就是有一点那个闷啊。尤其是最近那个太阳又比较，当然会担心啊，无水人用足忝的啊。气象专家吴德荣也提醒，未来10天桃园以南无明显落雨机会，高雄市恐惊水情搁较差。伊直讲，若是每户规风台规拢无落雨，恐惊真正都要启动类似减压降水这种应变措施。比较担心的是说，在6月、7月假8月都没有台风没有来，那这些状况我们也要先做好一些不同剧本的一些想定。市政府已经准备好几落套抗旱的剧本，不过天气热无度解决。气象局官网当中，南投、台南、高雄这些所在拢有高温的黄色灯号，也是气象局为107年发布高温资讯以来，头一届伫3月都黄灯。最热的地方是在中南部，高温大约在33度、34度左右。气象局发布了高温资讯，我们提醒大家，今天在南投、台南、高雄、屏东近山区和河谷的地方，可能会有36度或更高的气温。天气好天，却是带着欠水的忧虑。天气风险管理公司总经理平克明指出，4月份的降雨明显减少，恐惊就要靠午后热对流发电，也是梅雨甚至风台带来水汽，而且国内可能都要听后5月中才有机会落雨。记者综合报道。天气开始变热，唔落雨又搁欠水。伫台中甲苗栗，伫4月7日开始就要实行用5天停2天的限水措施啊。苗栗县议会说是真不满，认为讲伫咧苗栗有5个水库，水互正人用，真说是爱第一个去互限水。另外也因为讲要开始限水啊，伫台中做水卡的工厂最近是订单接袂离。不过因为咱台湾当咧欠水，说是有自来水管一直咧漏水，竟然是自来水公司的失误。即马水情真正热。为4月7日开始，苗栗甲台中会进入上界严重的红灯，包括中华北部开始启动送水5天停2天分区供水。不过苗栗县的抗旱会议是完未煞。公正平一，我向这边跟答案提起一样，不然到我们的抗争。这个不平等的待遇爱甲阮斗3天，甲阮百姓的权益，甲伊接触一下。议员质疑讲，明明县内都5个水库，还阁下区提供予新竹甲台中，却去用第一个限水。要求爱调整做送水3天停水1天，降低影响。若无排除会发动抗争。不过，即马水情真严重是事实。面对随着要施行的分区供水，台中的民众是抢咧注文水塔，这个工厂根本就袂赴生产。排到明年都还做不完吧？因为我们目前现况就已经欠200多颗了，加林总总加起来，差不多有200多颗，快300颗了，一直交不出来。水塔的业者讲，这半个月以来，逐工都爱出货80个至100个水塔，是平常时的2倍，因是无用甲毋较阁接单，都惊袂赴交货。也若中南部欠水是欠了真凶，不过伫咧台南认定的保安桥，所有自来水管一直咧漏水，民众讲这个水管已经连续漏1礼拜啊。调配的时候，尤其在夜间的时候，它的一个空气会比较多，造成它没有办法完全密合，它这个整个操作正常，所以说造成有这样子泄漏出来。自来水公司表示，因为排气的开关各样，才会漏水，已经伫下晡3点修理好势。不过估计几10栋的水安尼漏掉，确实是真无彩。另外，各地当地的欠水，未少民众去山区入山水当去啉。医师提醒，之前有发生过山水啉落了后，引起寄生虫感染等等的症头，呼吁要啉的水，都要先煮互群家啉，比较安全。
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国内注 AZ 疫苗已经到第2个礼拜啊，目前已经超过1万人去注。卫福部长陈时中表示，拜3会公布第2批注疫苗的对象，也希望讲后一批 AZ 疫苗伫5月就当到台湾。另外，咱台湾生产疫苗的，也就是目前进度上介紧的高端，今日宣布讲已经完成第2期临床修案，那准顺利伫6月中会送10秒数申请紧急使用授权，并6月底7月初，互咱台湾的民众会当注意风险。国产新冠疫苗研发有重大进展，进度上紧的高端疫苗宣布完成第2期的临床试验，3个月内有超过4000个受试者参与，嘛全部拢已经注第1档的疫苗，按算后个月注第2档，5月底才个抽血检验抗体的高度，6月中会甲其中报告送去食药署申请紧急使用授权 EUA， 要拼6月底7月初的时阵会当量产上市，互民众来注。政府是有希望我们能够按照政府的规范，能够做就是500万加500万这样的规划去生产。我希望到7月，我们大家都可以打得到疫苗。另外，新冠病毒一直在变种，外界嘛烦恼讲国际疫苗开始注了后，发现讲疫苗注了也是可能去用画掉。针对这点，高端疫苗嘛考虑增加第3档来提高保护的效果。新冠病毒的变种对他来讲是个常态，好，我们也不太可能每次它在变种，我们就重新研发一个疫苗，重新生产制造，所以或许我们会透过不同的施打策略来克服这个问题。国内 AZ 疫苗开始注进入第2礼拜，累计已经有1,891个人注。卫福部长陈时中讲，已经请专家研议，拜3会公布第2批注的对象，嘛希望后一批 AZ 疫苗5月份会当送到台湾。昨天我们也请专家再来检视一下那我们大概可能应该是明天来宣布做下一阶段的一个范围跟时间。根据指挥中心的统计，全台湾注 AZ 疫苗上介侪人的是高雄市有2000多人，过来是台北市甲桃园市，也内连公关目前也未开始注。注了后不良反应的通报新增加10件，累计有41件，症状大部分是发烧、甲筋肉疼等等，不是严重的不良事件。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甲帛琉的旅游气泡4月初一直要施行咯。总统蔡英文伫下晡要和帛琉总统惠淑珍见面，强调讲旅游气泡是两个国家合作的历史见证。惠淑珍也搁再邀请蔡总统，希望蔡总统有机会会当搁再来访问帛琉。再去惠淑珍也伫咧推销帛琉的旅游，强调讲因帛琉是安全而且是无问题。总统蔡文迎接来访的帛琉总统惠淑珍，这也是疫情以来台湾第1摆接待外国元首。帛琉旅游专案4月初1就要首航。蔡总统表示，这是两国合作历史性的一刻。面对后疫情时代，两国应走向更较好的未来。也知伊有一个目标，就是希望每年去帛琉的台湾旅客延误10万人次。相信透过台帛旅游泡泡，我们将会开始朝这个目标来前进，也会一起告诉全世界，疫情过后安全的旅游模式是可行的。I want to welcome all the people from Taiwan to come and visit and enjoy time in the under the sea, above the sea, and enjoy our culture and have fun because Palau should be about having fun. And I especially look forward to your visit, Madam President, in the near future. 伊表示，两国中溪边境是为经济做强心剂，也期待蔡总统阁去帛琉访问。再去惠淑珍甲副总统赖清德也出席台北旅游加菜仪式，强调帛琉零确诊绝对用安心旅游，只是对来访期间强期一直交代，伊也对中国安的行为表达遗憾。Planes flying over, you know, we're a peaceful country. We like peace, and we should promote peace. And it's unfortunate that that is happening, but I would encourage that we should always promote peace and prosperity in our region. 惠淑珍正是暗地国际记者会顶悬以明用拳头来逼太太爱丽比注中别关系。副总统赖清德肯定帛琉具在中国威胁，非常勇敢甲台湾徛做伙。台湾有民主价值，甲中国比台湾甲帛琉肯定是真爱。记者综合报道。
美国驻帛琉大使尼约翰即回又含帛琉总统来到台湾访问。今仔日，伊含 AIT 处长也个咱的外交部长做会发表谈话，强调讲美国、台湾以及着帛琉三方面的关系是真密切，未来也继续深化合作。这也显示美国想要稳定印太地区的关系是真拼势。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表示讲，美国袂强逼别个国家爱伫美国甲中国之间选一边，但是会防止中国拍歹友邦甲美国的关系。互相握手巧展现好交情。美国驻帛琉大使尼约翰甲 AIT 处长李英杰、外交部长吴钊燮三人共同发表谈话，尤其是尼约翰即届对帛琉总统来台湾访问，见证旅游专案真受注意。伊也强调，重点工作就是甲帛琉以及太平洋地区的朋友互相合作。旅游专案完了，互台美帛琉三方面友谊加深。I know that here in Taiwan, people describ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as real friends, real progress. And I think that description applies to the three countries, the United States, Taiwan, and Palau. 外交部表示，台湾美国帛琉的合作，唔嘛限伫公共卫生或者是防疫领域，三方面阁透过着太平洋对话进行真侪项议题的讨论，尤其是进前台美才签署着海巡备忘录，台湾甲帛琉108年完后签署海巡合作协议，将关乎帛琉岛公领准者提升海上执法的力量，拢显示出台美帛琉伫印太地区的合作更加深。那这边都代表它在这个地缘战略上面，其实是相对来说是一个蛮重要的一点。那未来的话，会不会去加强这一些的一个互动性，透过跟台湾的合作，去强化从地缘上面对于中国的不管是封锁也好，或是抗衡也好，或者是制衡也好。林英友分析，自从中国通过海警法了后，美国就积极加强伫印太地区的友伴关系。这届美国驻帛琉大使同齐访问台湾，嘛有向中国宣示的意思。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是讲，美国未必盟邦伫美国甲中国中间选一个，但是爱防止北京分化盟邦。This is not about containing China or keeping China down. It's about holding up the international rules-based system that all of us have invested so much into. 布林肯伫视讯会议上表示，美国甲盟邦友伴拢甲中国有竞争合作佮对抗关系，也指北京当局侵犯人权、违反世界人权宣言这个国际承诺时阵，美国甲盟邦必须要团结，同齐谴责，用行动来支持遵守规则的特殊。记者综合报道。根据中国防部的统计，讲昨中国有10架军机飞来到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其中有1架阁飞过巴士海峡，飞到东部的空域。日本也讲，中国有2架军机飞过宫古海峡，进入到太平洋。虽然无飞去日本的领空，不过日本也是派军机出来拿炸。帛琉总统访问台湾，美国驻帛琉大使尼约翰也这年来和中国真无满意。军事部有记录到30载起。攻击2遍入侵咱空域，和空军放散距离。位于台湾东南空域，高度48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攻击若是连续侵扰台湾，国防部伫咧29也发布攻击的动态，包括1台空警500空中预警机、1台运备反舰机、4台歼16，也有4台歼10，进入咱防空识别区。其中运备反舰机也阁飞过巴士海峡，侵入咱东部空域。甚至伫咧空军放散距离的时阵，军事部有记录到，敢若是对方伫咧回呛咱空军。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30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都是我们的。日本综合幕僚干部第29发布，中国1台Y9预警机，甲1台Y9的情报收集机，飞过宫古海峡。进入太平洋，激发台湾甲日本的情绪。外界认为，攻击的航线有可能伫咧台湾的东部外海汇合，形成包台。国防部强调，攻击的动态咱拢有掌握，不过面对攻击，想要和国军部营应付，国防部是调整应处作为，自早期派优势兵力，改做以相对应的机型来应付。这军是主要以飞弹的追踪瞄准，以便建立消耗战。我们会灵活运用我们的各种我们可以讲高低配，也就是快速机、慢速机、防空飞弹电战部队等等的兵力，统合的做最有效率的应用。一方面可以有效的保护空域的安全，另外一方面也不会落入这个对方造成我们后勤
上面的过度损耗。国防部强调，伫台海周边的动态，咱拢有掌握。因过第2日发生的 F5级战机滑动的事件，上尉飞官反映准到即马依然失踪。国防部强调，所求无停止的期限，部队也伫即礼拜完成体检、恢复训练。就新型的大城伊亚采购案，会伫咧年底交会，将会纳入后续的新型飞机各型设计的规划使用。记者综合报道。中国人大常委会今仔日全数通过修订香港基本法的附件1甲附件2这2项决议案，确认会改变香港选举制度。其中，香港立法会席次会对70个席次增加到90个，不过席次的组成比例有变动，恐惊是对民主派真不利。而且候选人就要经过审查，确保参选者拢是徛伫中国迄边的。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3周全部通过修订香港基本法附件加附件2的议案。香港选举制度有重大变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签署75、76号主席令，在3月31日开始实行。赞成167票，宣读完毕，通过。修改了后，香港立法会席次为70席增加到90席，立法会席次比改做40比30比20，40席是选举委员会成员，30席功能组别议员，20席地方议员担任。负责选出特首的选举委员会会增加到1500人，增加第5界别三都区议会席次。特首候选人提名抗战5界别当中，至少有15位选委提名，每一个界别拢有人。落實愛國者治港嘅政治體制。我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係堅定支持。特首林鄭月娥開記者會，提手冊表示肯定現代修訂香港選舉限制，未來香港新政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成員由港府主要官員擔任，要確保參選者都是愛國人。有志去參選的人，無論是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或者是立法會都要經過這個審查委員會。這個擁護效忠基本上也是一個國家安全的審查。將所有過去20幾年嘅一啲民主進程係一次過壓縮翻晒咧，其實呢一個係非常之可悲嘅一件事情。爭取一個普選嘅朋友，呢一日咧都係一個非常之失望，亦都係令到大家好傷感嘅一日。港府目標在4月中提交條例草案，立法會也要加開會期，希望在5月底完成三讀通過，6月選民登記。這屆立法會會繼續運作到10月中下旬，年底會做改選。記者綜合報道。對着阮的鏡頭來看在地上大條，佇高雄的義守大學，昨暗有一個22歲查甫人，撞入去查甫宿舍內面，講是要找已經分開的女朋友，卻因為找無人，就佇咧查甫宿舍內面亂。警方接到通報了後，來到現場，才把這位情緒失控的查甫人帶走。而且這已經唔是頭一屆有查甫人撞入去查甫宿舍內面啦，學生也對學校的管理是真不滿。我現在警告你離開這邊，不要打擾別人，不要只問這幾句啦。穿黃衫查甫人對警察大聲罵，警方看伊情緒愈來愈激動，趕緊將伊制服。19到尾暗5點外，高雄義守大學女學生宿舍和校外查甫人闖入，警方接到報案到現場，這人無願意離開，佮警方冤家。這名涉嫌的吳姓男子當天早上與女友分手之後，他聯絡不上女友，情急之下呢，然後就跑到這個該案的大學裡面的女生宿舍急着要找尋他的女友，而沒有找到。找無人到四界弄門，佮罵人，互住佇遮學生是真驚嚇。不過進出攏有管制宿舍，為什麼這人會用入來，也互當事人真不滿。就網絡報案，管制有鬧交，唔是第一擺發生。當下正好是要出去吃晚餐，或者是吃完晚餐要回來的時間，他就趁隙跟着一些女同學從我們的門禁管制鐵門直接縫隙進到我們的學生宿舍來。學校表示，管理員透過監視畫面已經發現伊入來，不過人心過濟無法度辨識方向，然後接到學生通報人伫12樓，啟動校安機制，個通知警方。有聽說，可能就沒有注意到吧，就也不會想到說有男生會進去。通常男生是不會來女生宿舍這邊啦，會來管站跟這邊的老師講，然後等再請老師把他請出去。
学校表示，以后人较侪时阵，会请管理站当地人员伫门口做人流管制甲安全辨识，也对受惊的职员甲学生做辅导，加强安全防护甲宿舍门禁管制，互学生安全的校园环境。记者综合报道。最近这2礼拜，真侪是西仔拢会去陪墓，不过伫新竹所有民众伫陪墓的时阵，发现讲老祖公的墓去互插一支被定收土地告示牌，而且佫插伫人的墓头，而且佫插几片，也引起民众不满。原本要来陪墓，却看到祖先的墓顶悬叫人钉起来，写征收告示，民众无法度接受，而且毋是干那一部分尔，对远处看过去。规片的墓地，每一座墓仔顶悬拢烧香，感觉蛮不好的，没有尊重当地人的一个风土民情的问题。那这边属于比较保守的地方，所以大家会忌讳这样子的事情，插在自己家里的墓地上面，这观感相当不好。说明会的时候，都强烈的跟科管局表达不得把我们任何的告示牌以及我们的标示钉在我们的墓碑以及我们的坟墓的范围内，但是他们没有做到。管员讲，无论大家是毋是同意征收，因为风俗甲地理的关系，拢袂使伫人的祖墓顶悬钉任何物件。但是讲莫去迷信，这款的做法，也是会互人心里真不安。民众就有疑虑，那这样子会影响他们家里的这一个运势。以及他们家人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健康。经过了解，发现原来这是新竹科学区按说要征收的用地，最近在委托外包商处理，发生这款代志，科学区感觉真歹势，已经通知厂商量早改善，换另外一款袂去影响到大家方式来通知。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花莲三站溪出海口的沙坡仔顶头，最近有真侪台沙坡仔车，而且也佫有遐互民众翕相的物件，是业者为着要请观光客去投资的设备。对民众质疑讲沙坡仔地是国有地，沙坡仔车也会伤害环境，向县政府也反映。不过县政府表示讲业者拢有申请，因无违法。徛伫台九线的三站大桥，看对海边去，沙坡顶悬一个一个看到真奇怪的物件。这是经营沙坡车的业者，靠要予游客翕相的物件。这套上新的生活，逐工拢成几啊百人来遮佚佗甲翕相。有些客人他会希望有很好的照片，那我们就发挥创意，让更多的人可以体验到摄影的乐趣，还有一些创意的不同。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因为会吸引客人来这边啊，因为我觉得海景拍起来很漂亮。不过，坑这个宗地，所以引起一个在地民众的质疑。这沙坡车伫风风拿，甲沙坡顶来去去，已经对环境造成伤害。即嘛，佫坑这奇怪设施，互人质疑讲这敢有合法？国有的财产不是你私人的啊，如果是你私人的，你可以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我觉得都破坏了景观，而且另外最严重的就是他们那个沙滩车把那个海边这个林地啊，还有溪床啊，就严重破坏。县府观光旅游处表示，只要有办工商登记，有甲游客报意外责任险，而且有相关救援计划沙坡车的业者是允准因遮活动。因若遮翕相的设施，因为毋是固定的，所以并无违法。业者只是为了流程的丰富性，还有就满足这个现代人完美拍照的这个设施而设置的一个临时性的一个东西，它并不是永久设施。这个部分我们基本上还不认为它有涉及法令的一个行为。因若伫红红拿内底的沙坡车，林务局伫日子，甲业者伫县府开协调会，伫未伤害到遮的树林，抑个环境的前提之下，建议县府甲有开放的所在做规划。若是业者有损伤到遮的树啊，抑个环境，就会依法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水分明，家伫咧苏伊士运河中树轮总算伫29暗时山走啊，这条运河也恢复通行咯。不过听后边过运河货船可能有400多只，也着爱开3天的时间才好都全部消透。拖船用船雷声庆祝中央海运组的大型货船中树号，总算伫台湾时间29暗时9点04分脱困，重新登去苏伊士运河航道的中央，发动引擎向前航行，而且伫咧台湾时间3时半暝驶去苏伊士运河的大库湖做检查甲维修。عودة الملاحة بدأت النهارده الساعة 6 بعد الظهر من الجانبين
من النهارده من الساعة 6 لغاية 8 الصبح يعني 12 ساعة في 113 سفينة هيعبروا في قوافل مختلفة بدأت من الساعة 6.中苏号调船的这6天内，苏伊士运河的双向是泰420外只船。运河管理局表示，会透暝来处理，按算3天至3天半就会当疏通。进前还佫有袂少船仔决定改行南非好望角的路线，不过安尼就要加用1礼拜航行的时间甲燃料。专家讲，年底进前至少要有24000架货船要通过苏伊士运河。管理当局都要确保有拖船、甲大型的货船护航甲提明，避免同款的情形佫发生。苏伊士运河是全球货运重要的航道，一年有12%的贸易拄则经过。调船了后，一天损失的贸易金额是要100亿的美金，这个及时脱困，互全球的经济避免严重的后果。即马国际油价开始落倒转来，不过也是比进前较悬，也拿救援团队的效率甲技术，嘛互国际上是真恶劣。It's all about physics. We used the water power that was in the canal with the returning tide to push the vessel where we were pulling it. And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as we hoped, at the end of the day did the trick. 这届接受中苏号的委托，协助脱困的荷兰史密特公司，有侪海顶救援相关的经验。伫历史上有几啊届重大海难事件，因拢有参与救援，也有处理，包括2012年意大利瓜斯达协和号游览船靠达，船柜的扁平部分掉底事件，造成至少32个人死亡，也有伫海顶漏油，造成生态问题。就是史密斯甲意大利公司做伙合作，甲船底油再造。另外，俄罗斯协助舰舰库克斯号2000年的时阵爆炸沉落海，造成100外个官兵死亡的案件，过当年嘛是由史密特公司甲另外一间公司做伙处理。不过，这届这个中苏号排水量有224000吨，400公尺长，59公尺宽，会当讲是史密特公司成立100年以来拄过上届歹处理的事件。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缅甸军政府镇压人民的暂禁手段引起国际社会愤怒。美国政府也伫29宣布讲，虽暂停甲缅甸所有贸易甲投资，这个禁令一直到缅甸民选政府转来为止。另外一方面，缅甸军方顶礼拜空袭东南部的克伦邦，煞造成难民走对泰国去。泰国军方也将2400个缅甸难民赶回去。缅甸境内几个少数民族武装势力起义反对军事政变的行动，引起军政府报复攻击。顶一个拜六礼拜，军政府派空军战机锁定克伦民族联盟，也就是缅甸上大的民间武装团体，伫东南部克伦邦发动几啊波空袭，规模是10年来上大的，造成4个人死亡，9个人受伤。另外嘛引起10000外人的逃亡，其中差不多有1/3的人下过边界的森林去到泰国，不过所有2400个人去由泰国的军队赶返去缅甸。Thailand once again is going to fail its duties as a country to protect refugee rights. You know, we're dealing with a government here, which is led by a man who was a military general who led his own coup in 2014. You know, so there's not a lot of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governments of Myanmar and governments of Thailand. It's sad but true. 迄天，泰国总理帕拉育表示，泰国并无希望看到侪难民咧逃亡。不过咧处理的时阵，因会甲人权考虑在内。过去30多年来，泰国收容袂少缅甸的难民，有要86000人住伫缅甸边界营区。另外，帕拉育政府率派代表去参加327缅甸军人节阅兵，还有庆祝酒会，而且为边境公路提供食食予缅甸的军队。缅甸的军警伫327迄天，伫40外个所在用步枪、机关枪、甲火箭炮镇压街仔路的示威者，夺走114条人命的大屠杀，引起国际社会强烈的批评。包括美国、英国、日本、甲澳洲等等12个国家的国防部长，而北京罕见发表联合声明做伙谴责。It's terrible. It's absolutely outrageous. And based on the reporting I've gotten, an awful lot of people have been killed totally unnecessarily. 美国贸易代表戴奇29进一步宣布，根据2013年美国甲缅甸贸易投资架构的协定，美国会随停止甲缅甸所有贸易的来去，而且会刷咧到民间政府转来为止。I would say also that it's absolutely critical at this point that there has to be a way found by the banks and the governments to cut off the oil and gas revenues for the Myanmar military junta. When you look at the Myanmar Oil and Gas Enterprise, or MOJ, I mean, this is receiving billions of dollars every year from overseas oil firms, and that needs to stop. 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
英国海外领土直布罗陀，因为大部分的人拢有注疫苗，疫情也真稳定。最近也解除宵禁，也取消户外强制挂嘴暗的禁令。另外，伫法国因为疫情变做重症住院人数要到5000人，今日过来进行全国封城咧，一礼拜是关键。另外，伫德国的部分本地伫国外这假期要施行限制措施，所以因为民众反弹宣布撤销。我近西班牙伫伊比利半岛上南边的英国海外领土直布罗陀，因为疫苗注射正普及，疫情缓和，25宣布解除宵禁令，温泉餐厅、酒吧营业到晚间2点。28又宣布解除强制户外挂嘴暗，唔免挂嘴暗就会当踅街。一寡民众特别出门，只为着扫一下新鲜的空气。It's nice to getting back to normal, seeing all the seats out, all the tables out, which I've been missing for over the last couple of months, and just seeing people enjoying themselves again, and hopefully safely, so we can keep the numbers down. 根据报道，直布罗陀去年灾情严重，累计94个人死亡，比较起来，敢若3万外的人口死亡率是世界上悬的。不过后来大量注疫苗，每100人注射疫苗的数量是160桶，注射的比率是全球前几名，已经连续刷真侪天零确诊。但是同款伫欧洲的法国就无遐尔幸运，法国卫生部29表示，全国带入要加护病房的重症确诊患者增加到4974个人，比起去年11月份自处封城期间更较济。这礼拜的疫情发展，将是决定法国是不是再一次全国封城的关键时刻。On part au lycée, il y a un climat de peur. On a peur en fait de ramener le virus à la maison. Personnellement, j'ai des parents à risque, et en fait, j'ai juste peur. En fait, je me sentirais coupable si j'attrape le virus et que je le transmets à mes parents. 另外一方面，德国总理梅克尔原定伫户外节5天假期宣布严格的封锁措施，限制大部分的商店袂使营业，无意个引起不满。24宣布原计划撤销，各向大众回示的。德国29通报9800外例确诊，43个人死亡。梅克尔甲国防首长3月初达成渐慢逐步解封的协议。过去7天，德国感染率是升悬，可是也有部分邦无愿意履行协议，互伊不满的表示，也有可能要实施全国宵禁来对抗疫情。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警方进前伫桃园查到大间的舞厅内有外籍移工伫咧食毒，以上5名涉嫌卖毒品的移工。另外，高检署表示，去年使用新型毒品，却是死亡的人数有143人，这也显示讲少年人乱用毒品的情形有影是真严重。大庭广众全新武装，直接爬去2楼舞厅掠人，因为警方缉捕知影桃园这间大型舞厅涉毒，真侪个被逮捕的移工坐伫涂骹接受检查，伫因身躯有查到超级摇头丸加 K 他命这毒品，夺回将近100人来清查，送了后移送5个涉嫌卖毒的移工。那现场有查获疑似涉毒的越南籍移工有上百人，那并查扣第2、3级的毒品及手指物等证物。这个案件，互人查到俗称超级摇头丸的 PMMA 是二级毒品毒性强，致死死亡率阁悬。敢若去年就造成93个使用者死亡，毒品危害社会。最近新型毒品也是不断推出。高检署表示，去年使用新型毒品的死亡人数达到143人，体内平均含有4种毒品，显示滥用毒品的情形严重。实务上，阁发现青少年会滥用新型毒品，阁搭配笑气。警方讲，新型毒品的主要成分包含喵喵、硝西泮、一粒明，有的是中枢神经的压制剂，有的是兴奋剂，滥用了后危害更悬。获的一个4级毒品里面，有9成是第3级毒品喵喵的先驱原料2溴4甲基苯并酮哈。那我们知道，喵喵又是混合式的一个毒咖啡包中最常见的一个成分，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部分哈。另外，高检署也指出，去年查到的毒品以3级毒品喵喵的原料2溴4甲基苯并酮，为中国走私来大占多数。那是芬坦尼，虽然讲还未伫国内发现，不过国际的情报资料来看，真侪人用。大麻是因为来源道方面得到的管道更方便，也持续热门。记者综合报道。缅甸对2月以来发生政变，规个社会拢真混乱。根据外国媒体报道，讲已经有超过500个民众去互军方杀害。但台湾驻缅甸的外交单位也讲，伫当地做 AI 大商也真侪人拢宣布停工啊。
缅甸自过爆发政变以来，军政府继续以武力镇压正上街落示威民众。路透社报道，已经超过500个老百姓被军方杀害。台湾驻缅甸外馆回报当地大商，比如做 AI 补偿、创业甲其他大规模厂商已经宣布停工，要看当地状况各做打算。目前仰光的情势不稳定，可能他返回自己的家乡的一些这种员工移动的这样的一个人潮也相当的多。考量到这一个上班的因素，可能有一些厂商会有这种停止运作的一个情况。大商表示，在大港拢变动的情形之下，只好调整营运来营运。人伫仰光的台湾侨民叶先生表示，目前市区内底也算平静，主要是周围地区有零散波动。不过，伊指出，家己原本经营餐饮业生意已经休困将近2个月，日子较歹过。因为现在几乎就是遥遥无期嘛，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开始做生意这样。现在就是大家就只能省吃俭用，也不要到处乱跑。这一区平静了一下，另外一区又爆发这样。以前是你出来抗议才会危险，现在不是，他们是在家里可能都会有危险。我们就现在算是联络不到，我们就讲好说不要担心了，已经自己生命要保下来第一。可能因为这样。他们怎么样，我们也觉得没关系。可是我们能救多少就救多少。亲友拢伫缅甸的伫台湾华侨黄小姐表示，厝内底人拢到床骹避难，不过暗时也是听到枪声，也惊军方向上门，因为通讯无方便，目前联络较困难。加上司机敏感，只好讲先莫联络。对缅甸的局势，伊真无奈表示，烦恼会愈来愈严重。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海草大的公投，外界上较关心的就是环保团体甲政府敢会来协商咧。今仔日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和学界座谈的时阵，也讲到中南部的民众强烈要求要减少涂炭，降低空气污染。不过，这个公投案若准通过，政府的能源转型可能会受到影响。希望会当找到上好的方案。海草大公投案的代表者潘忠正表示，已经同意陈吉仲的邀请，沟通的时间上紧会定伫咧明仔载。海草大的争议持续咧烧，3十学界伫中兴大学办座谈会，经济部处长詹文生强调，但是中油第3天然气接收站无法度如期完工，会影响到用电的调度，甲减少涂炭时程。节电有可能，但是调度做不到。137亿度的天然气发电，必须用500万吨的煤来变成燃煤发电，才能够抵换。经济部强调，第3天然气接收站有必要性，嘛真着急，要找到供电稳定、减少涂炭、甲环保的平衡点。不过目前海草大公投的人数已经超过70万，学者认为第3天然气接收站的替代方案确实有讨论的空间。那如果说它可以达到非核跟减煤啊，但是旧藻礁部分可能就是不够完整，好，那这时候也可能会必须做一些取舍哈。曾斌杰讲，恢复加远、减少涂炭、甲救海草大，要透过讨论来找到双赢的方案。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嘛参与讨论，嘛正是讲已经邀请海草大公投的代表潘忠正。陈吉仲表示讲，无希望减少涂炭、甲保护海草大变成互相冲突的局面。那我们不可能每一个议题都做到100%，但是只要有往前走，大家是不是就可以一起坐下来讨论？他的善意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对。那在谈的时候呢，基本上我们是会以我们公投的主文的内容为基础来和陈主委交换意见。黄忠正表示，感受到政府要沟通的诚意，会先讨论会商的时间甲代表，强调会以事实甲公投的主文做基础，希望透过公开的讨论，找出保育甲第3天然气接收站替代方案之间的平衡方法。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年新建立的公共设施空间比例是真悬，政府为着要保障民民买厝的权益，内政部也建议讲大楼楼口的车位加车道的公设，袂当渗入去厝顶建筑物本身的公设内面。相关的修法希望会当伫立法院后一个会期内提出。气派外观大厅也真看，是要买新厝公设比煞真悬，好少来变数愈来愈细。即马内政部建议要修法，车道车位的公设无算一楼顶的公设斗阵算，上紧下一个会期会提出相关法案。
使用者付费，你使用到多少的坪数就付多少钱，购买多少钱，那是很正常的。你没有车位，你还要负担这一些公设，那当然比较不合理啊。车位的面积是用停车格乘以一定的比例，那通常它可能只会占整个地下室扣除车位以外50%的比例。那也就是说，楼上当你不买停车位的时候，你其实会负担到底下的车道。那我们现在是算法把它重新做一个调整。内政部讨论使用者附近应该分开算。房仲表示，这几年有寡建商会将车道、车位纳入大公设，也就是全体住户共同持分，再搁将车道、车位卖予有买车位住户，因讲是被百200赔，都产生不少纠纷。我们买房子，如果这个房子一坪是50万的话，那我们的房子40坪，我们买了2000万，那车位是200万，那是不是2200万？可是如果我们车位买了200万，其中有8坪呢，把你灌到这个房子去，那这个8坪50万是不是400万？事实上，你总共花了400万去多买同样坪数的车位跟房子的一个状况。房仲表示，即马建案的车位坪数差不多是8到12坪，这拢是算正常范围大小。若发现宽敞坪数超过只有3-4坪，可能是有坪数比算1公设。要进前，就要先甲建商讲清楚，未来若受法通过，应减少建商坪数灌水的代志个发生，保障民众权益。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个厝价悬，国内房地产市场犹原是真热。内政部今仔公布，今年头一季国家主体和都市更新中心已经完成4002户的社会主体，拍算第二季有6900外户要来招标，目标是逐年起15000户以上的社会主体。国内厝价悬，社会主体已经成做袂少人的选择。内政部伫咧即个月30公布社会主体第一阶段兴建的目标，4万户已经顺利达成。中央区4435户，地方区36273户，其中以台北市18000多户上多。中央政府提供了国有土地，提供了非自偿的补助，提供了先期规划的费用。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把法制作业完成，但是我们也确实感受到地方政府的量能真的有限。内政部表示，第二阶段的目标对今年到113年前要起84728户，中央占8.5%，地方1.5%，也那5都内底以桃园市要起4223户上多。今年中央兴办社会主体有计发包50件，伫咧18县市动工。那我们这一次总共过程当中盘点了500多处的这个地点，那最后达成了204处社会住宅的预定土地，包含了县市政府所在地以及它人口聚集超过5万人以上乡镇市，我们都去收取。内政部表示，所落来中央和地方共同的目标，就是逐年要起至少15000户，希望实现蔡英文总统伫咧连任时承诺要伫咧2024年之前起12万户社会主体的目标。一般的家庭比较市场租金的中位数拍8折，弱势家庭拍64折。同一个时阵，这主体公共设施设置的比例要合理，品质要好，而且地面要有更较开阔开放的空间，希望减轻国人税厝的压力，也互大家带了舒适。记者民警郑派文台北报道。已经使用17年的两厅院卖票系统，平均一年会当卖179万张票出去。对4月初开始也要换新的平台路，唔奈运用新科技，也互民众使用更较利便。OpenTix 请启动。宣布全新的艺文平台正式启用，为4月初1开始 ，OpenTix 两厅院文化生活要接手17年两厅院卖票，将做艺文生活新平台。包括电影，包括美术馆、博物馆，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提供这样的服务。那这样服务的话，那每一个人在搜寻或在追求艺术生活的范围就扩大一点。最多的团体、最多的节目的，那所以它的大数就最大了，是吧？大数据越大越好啊。
两厅院卖票17年，平均每年有15万会员买票，服务6000张厝，卖出179万张票，是台湾重要基本卖票平台。由国家两厅院甲广达电脑开发的 OpenTix 经过5个月试营运，目前有10万会员。甲过去系统无同，会用分段大数据这科技策略分析基本消费数据，用了解使用者的消费习惯，对文化政策议定来讲也是重要的参考依据。那个消费者的艺文消费行为呢，会有更多客观那么可供分析的数据，那么这些数据对我们未来做文化政策的订定以及修正，会有很大的帮助。以表团体使用角度来看，订阅系统后台应检视自身团体演出卖票资讯，比如卖票率、进度、民众买票管道、热卖成交介绍等，提供更加多实际数据，为行销甲演出形态制定方向打好基础。我们希望能够知道说他们的年龄层啊，或者是行业别等等一些基本资料，可以让我们知道说这一档戏的那个观众群的那个样貌在哪里。我们一些优惠出去，到底有多少人使用这些优惠？研发团队指出，第一阶段分析是以即时销售数据为主，未来更强化卖票族群、类型在其他数据分析。两厅又强调，除了表演以外，未来还有电影、展览、流行音乐、博物馆，卖更加多种的票，希望提升台湾的艺术文化服务。记者综合报道。各机关用来收荔枝、草籽菇仔2片以上已经用到真崩啊！不过今年荔枝连景的开是开甲真好，佮当着可花，互荔枝、草籽菇仔有真好的成长环境。就学者呼吁民众讲，唔通因为无补助，就暂停荒地作业。路边凊彩一段树尾，就会当找到20位草hen菇仔生卵的所在。即马当是荔枝临近开花的时间，佮加上无落雨，介适合草hen菇仔生团。那在这个比较干燥，又是面临到温度比较高的条件下，这个荔枝春象的族群变成遇到一个很理想生长发育跟繁殖的气候条件。嘉义县荔枝临近建造面积大约有1600公顷左右，其中1400公顷已经有透过化学防治除药啊，另外嘛有使用生物防治甲收购软片，但是今年的数量确实比去年更较多。今年荔枝春象软片的收购数量，从2月22到3月15号，已经收了57万片了，所以是增加了现在3倍以上。所以今年荔枝春象的那个危害情形，其实是有更严重。农民表示，路边一寡林景树因为无除药啊，拖了规丛拢是，即马补助佮取消，惊到无人会主动去防治。看多多无，即马算8成，大家有无都有100个啊，啊，等厝里有无到调遐看，当政府看有多多，都摕经费看落来救灾无。学者甲政府单位嘛呼吁，草hen菇仔毋若是农业的病虫害，若是拖入去社区，嘛会造成真侪问题。希望民众莫因为无补助就暂停草hen菇仔的防治。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讲到屏东因人口流失是真严重，而且囝佮生少会影响到学校的招生。全屏东去年有6间国小甲分校停办，今年也有2间等咧评估。下课时间，空旷校园甲运动场，敢若2、3个、3、4个囡仔做伙咧耍。高雄泰山国小全校79个学生，其实有13人是去年对附近的南华国小转来的，因为因原本的学校已经停办。109年的剩5300几个嘛，减少差不多365个嘛。就减少有18班啦，对103年到113年，差10年的时间，咱就会减少2000几。因为少子化冲击，去年伫屏东，包括南华国小在内，有6间国小分校停办。今年当咧评估另外2间国小。囡仔愈来愈少，目前全屏东164间学校，有94间学生人数较无100人。囡仔若伤少迄阵吼，对这款学习是足不利的啦。咱为着要互囡仔更加较好的教育有无？迄囡仔你若介一个伴，介一个朋友有无？介一个学习的迄个做伙当分组啊，迄是种足快乐的代志。毋但愈来愈侪学校招无学生，嘛愈来愈侪厝无人住。这边吗？就是这边。
赖妈妈她也是走了嘛，然后她儿子也在逃离，这都变成冲突了。这是屏东市兴乐里附近有2间百货公司，是屏东市闹热的2林区。不过，行入巷仔内，煞真侪空厝，亲像里内的平鲁新村，原底有50户，即马敢若剩4户，嘛拢是老人。这的林长已经90岁。迄天邱老师讲伊伤老啊，无法度做林长啊，我讲。邱老师啊，你上有去的，你不做里长，我才要做。对啊。对啊。吴专家讲，伊做里长26档，里内人口对1600人降到剩800人。厝吼愈来愈老化，啊，即马有的少年囡仔伊就无爱住，吼，啊，种剩这老的住伫这阮里内，吼，啊，所以人口数来讲呢，阮就愈来愈少，啊，你就感觉讲，这个所在吼，变成讲无一寡迄个新生儿入来。今年7月，兴乐里甲附近2个里要合并，规个屏东市原本79个里要减到59里。屏东人口若是降到80万以下，刷得来人议员人数嘛爱减。蛮担心这个问题，因为原来的席次是那么多，然后突然要调10几席。如果说依照选委会他们的估算呐，估算可能要调10席以上，那相对的以后的选举，地方的选举就非常的激烈了。各地偏乡人口消失的问题有偌严重，大都市的人真恶想象，废校甚至是废里废村，拢有可能会发生。记者陈嘉文为做屏东报道。今仔日伫立法院有举办一场儿少权利促进会成立大会，有几个为无共党派立委到现场表达对儿少议题关心。这个促进会会长也是时代力量立委王婉如，伊表示讲未来会加强对囡仔议题重视，特别是出生率的部分，希望讲会当收集正人意见，伫咧相关的修法来推动。儿童节进程，伫无共党派立委的推动之下，立法院儿少权利促进会正式来成立。担任会长的时代力量立委王婉如表示，未来会照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精神，伫台湾落实儿少权益的推动。守护儿童权利，其实有很多大环节方向都必须要一起来做推动，包括说我们的养育儿童的环境等等，是不是有给予家长足够的资源？王婉如表示，过去对相关议题关心的委员，拢有真侪意见，未来会甲相关儿少问题做统合，对儿童游戏权、生育率、伤价等等的议题加强推动。与会其他委员嘛讲，去年幼囡仔的出生率敢若只有16万个，少子化已经是国安危机。我们今天成立的促进会，它能够督促政府成立所谓的专责机构，这些专责机构呢，比如说，对于解决这个少子化来做一个有效的一个解决方案。立法院秘书长林志嘉讲，目前国内对儿童关照确实有欠缺，生育率是上大先爱解决的。未来嘛通提供政府具体意见甲修法的方向。不过，民间团体大少明的秘书长刘志祥是认为，政府要解决少子化的问题，头一步应该爱参青年世代来对话，唔是直直咧增加津贴。伊嘛建议立法院应该爱监督行政院针对生育部分，参考日本、韩国。提出生育计划版本推动起来才有效。记者陈雅文、林旭凯台北报道。观众朋友，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北部地区对20度到28度，中部地区对22度到31度。北部地区对23度到33度，东部地区对23度到29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6度到27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